歡迎收睇新一輯嘅一周花生點評，我係老詹。影片嘅上架日期係2025年10月28號。一周花生點評就係為大家點評過去一個星期科技界嘅有趣新聞事。今集會講下一啲晶片相關嘅消息 ，PlayStation 同 iPhone 嘅消息。唔知大家準備好包花生未呢？但係喺影片開始之前，記得 CLSS 我嘅影片，同埋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IG 同網誌。唔阻大家剝花生啦，我哋去片。今集嘅內容開始啦。首先頭兩單都係相關晶片嘅消息啦，但係唔同類型嘅晶片，唔同國家製嘅晶片。首先呢，就講下 Google 嘅量子晶片啦。Google 喺2024年尾呢，就成功發表最新嘅量子晶片 Willow， 呢個嘅執行名呢，就叫量子回聲嘅一個新嘅量子演算法。呢一個嘅演算法比目前最快嘅超級電腦仲要快大概13000倍啊！最重要嘅係首次喺實際硬件實現可驗性嘅量子優勢，即係計算結果可以比其他電腦驗證呢個嘅正確性嘅。呢個演算法最重要係喺呢個嘅可驗證性，能夠透過其他量子電腦或者實驗呢就進行驗證，代表呢個真正進入呢個量子優勢有望可以投入實際嘅應用。而呢個量子回聲嘅演算法喺 Willow 嘅量子晶片入面呢，就可以比超級電腦快近13000倍啊！即係呢部嘅超級電腦要運行150年嘅嘢呢，呢部咁嘅 Willow 呢，只係需要幾日嘅啫。咁樣唔知大家對呢個嘅量子算法點樣睇呢？咁對於而家嘅加密算法，例如加密保護例如 AES 呢啲呢，或者加密貨幣嘅演算法，有冇機會被破解呢？咁大家都可以喺度估下嘅。跟住落嚟第二單嘅晶片呢，就係普通晶片嚟嘅，但係就由中國製造。中國北京大學人工智慧研究團隊近日呢，就聯同呢個積體電路學院研究嘅團隊呢，就成功開發咗一個基於左變記憶體嘅高精度可擴展模型矩陣嘅計算晶片。呢一個實現咗喺精度上同數位上運算嘅媲美類比計算系統嚟嘅。呢個晶片求解嘅大規模 MIMO 信號檢測等關鍵科學嗰陣時呢，計算嘅吞吐量同能源效率比目前頂級嘅數位處理器 GPU 提升咗8倍至1000倍啊！即係講緊起碼990幾倍到啦，我估計。呢個相關論文呢，就喺10月13號刊登於《自然電子學》期刊入面嘅，大家有興趣可以嚟研究下。而呢一個嘅研究成果呢，就標誌住中國突破模擬運算世紀嘅難題，喺後摩爾時代運算模式變革入面呢，就取得呢個重大嘅突破喎。喺因應 AI 同6G 通訊等領域嘅算力挑戰呢，開闢咗新嘅路徑啊！點樣可以俾模擬計算兼高度精度嘅可擴展性，從而喺現代計算任務入面呢，就發揮呢個嘅先天優勢啊！咁樣唔知大家對呢粒晶片點樣睇呢？尤其是係中國製造。而老王嘅 AI 晶片又點樣呢？大家都可以喺下面評論下嘅。跟住呢，就講下啲掌上遊戲機嘅消息啦。我相信而家呢啲嘅掌上遊戲機呢嘅競爭已經進入咗一個白熱化嘅階段啦。
因為小益處推出咗啦，又有華碩嘅阿里、MSI、Logitech 等等呢啲咁嘅機種。Sony 咧都想加入呢個嘅戰場啊。根據業界嘅爆料者消息啊，但係冇開名嘅，大家自己估下邊個啦。PlayStation 6嘅掌機將會推出，同埋當然佢係同 PlayStation 6嚟一齊推出啦。而呢部 PlayStation 6嘅掌機效能據稱表現非常之突出啊！呢個 PlayStation 6嘅掌機年底咗嘅運行速度呢，據稱係可以比 Switch 2快3倍到嘅。純粹喺手提模式嚟講，兩者嘅差距呢， PlayStation 6係可以去到3.4倍嘅。我唔知點樣計出嚟啦，還是資料上有冇出錯啦？竟然喺手提模式仲可以更加快嘅，我就唔係好明點解啦。傳聞呢就話呢部 PlayStation 6嘅掌機呢就可以兼容翻 PlayStation 4同5嘅遊戲，仲要價錢喺$500左右啊，即係大概係4000蚊唔使，正常嚟講。但係亦都有消息講到 Sony 亦都會喺今年為 PlayStation 5嘅主機加入呢個嘅閃電模式，降低主機整體嘅功耗啊！有人猜測就係呢個嘅閃電模式呢，就係為 PlayStation 6嘅掌機開發鋪路嘅，唔知大家點睇啦？雖然透過閃電模式嘅測試同優化遊戲呢，喺低功耗環境呢嘅表現呢，當然就係差少少啦。但係可以為 PlayStation 6提供更加持久同穩定嘅遊戲體驗啊！唔知大家對呢部 PlayStation 6嘅掌機點樣睇，還是買翻部 PlayStation 6嘅台機好過呢？都歡迎大家評論下呢部機嘅體驗，或者會唔會入手，還是你係兩部都入晒手呢？都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分享下嘅。跟住落嚟呢，就講下 iPhone 嘅消息啦。但係喺開始講之前呢，問下大家個問題啊，包括 Android 用戶喺大家用部電話打字嘅時候呢，會唔會經常打錯字呢？好似係撳咗隔籬嗰個字呢，例如你想打 OK 嘅，就唔小心打咗做 P 咁樣呢。近日有個網友呢，透過慢動作錄影嘅測試呢，就發現咗蘋果 iOS 鍵盤有一個長年以嚟冇被留意嘅 bug。呢個 bug 呢就話有咗好多年，唔止淨係最新嘅 iPhone 啊，連舊款 iPhone 都會有。例如當用戶撳咗個 U 嘅時候呢，系統就會顯示出個 J 字啊。自從 iOS 18發布以嚟，打字越來越容易出錯啊。可能呢個問題係更加早之前嘅 iOS 都有，不過18就更加言之啊。咁有好多嘅網民呢，就留言翻俾網主，就話原來唔係我嘅錯，仲以為我隻手指粗得滯添。亦都有啲人呢，就提供咗2個方法可以暫時舒緩呢個嘅問題嘅。第一個就係喺設定跟住落一般鍵盤入面呢，就關閉呢個自動修正呢個嘅功能。而第二個呢，就係同樣地喺鍵盤選單入面關閉動態調整啦。呢個嘅網友推測呢2個可能就係造成判斷出錯嘅原因之一，但係佢都冇辦法肯定係100% 可以解決所有嘅問題啊。亦都有啲網友分享就關閉滑動輸入呢，就話有啲改善嘅，但係就大家都要小心啦，就唔好將 OK 就變成 P 咁樣樣啦，除非你係好想鬧佢係 P 咁樣樣啦。咁樣樣今集嘅內容呢，就嚟到呢度啦，唔知大家中唔中意我為大家嘅選材呢？但係都要記得 CLSS 我嘅影片，同埋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IG 同網誌。記得喺影片最後呢，就清潔好啲花生碎啊！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今集就嚟到最後啦，記得 CLSS 我嘅影片。
即係 comment、like、share 同 subscribe。你哋每一個嘅 comment、like、subscribe 都係我嘅原動力嚟嘅。最後記得訂閱埋我嘅吹吹水電腦研究所嘅 Facebook 專頁，多謝。